近日，優酷獨播的港劇《新聞女王2》以一場震撼的25集大結局引爆全網熱議。這部由鍾樹佳執導、佘詩曼、黃宗澤、李思華、高海寧等原班人馬回歸的續作，不僅延續了前作的高口碑，豆瓣7.9分，更以四女聯手反殺資本操盤手的劇情創下 TVB 收視年冠最高收視25.3點，成為年度現象級劇集。從 AI 主播的科技隱喻到塔樓案的現實影射，從職場權鬥的暗流湧動到女性互助的溫情力量，這部劇以犀利的不足撕開了媒體圈的遮羞布，更以一場全民監播的終極對決，將流量至上的資本邏輯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。新聞女王2的爆發並非偶然，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，該劇自11月5日上線以來，熱度持續攀升。歷史最高熱度達8889.05，微博話題閱讀量突破34億，抖音播放量超64億。這一數據背後，是劇集對現實新聞生態的精準捕捉。劇中，古少華、黃宗澤式空降 SNK 電視台後，推行流量至上的運營策略，用 AI 主播替代真人主播，在塔樓事故報道中安插房地產廣告。甚至將梁景仁的追視會包裝成英雄營銷，這些情節與2023年香港土瓜灣塔樓事故、某省台假救助新聞等真實事件形成強烈互蚊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劇中演員肖像被 AI 盜用直播的情節，竟與演員溫增榮的遭遇如出一轍。現實中的 AI 換臉技術早已讓數字永生成為資本收割流量的新工具。現在人人都是自媒體，但什麼是真新聞？總監製鍾樹佳的靈魂叩問，直指行業痛點。當古少華在董事會上甩鍋給死去的梁景仁，當唐子瑤為漲粉編造塔樓幸存者被騷擾的假新聞，這些劇情照見的不僅係媒體的浮躁，更是整個社會的認知危機。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25年發布的媒體公信力調查報告顯示，僅37%的受訪者認為傳統媒體完全可信，而這一數據在5年前還是62%。如果說新聞女王第一季是蚊衛森、佘詩曼式的獨角戲，那麼第二季則是4位女性的交響樂。劇中，蚊衛森、張嘉賢、李思華式，許思晴、高海寧式，劉艷、黃敏奕式分別代表了破局者、堅守者、覺醒者、成長者4種職場範本。作為劇中的靈魂人物，蚊衛森的每一次選擇都充滿張力。他曾在 SNK 電視台叱咤風雲，卻因揭露任世雄案被邪教盯上。他轉身創辦自媒體公開平台，卻在古少華的打壓下瀕臨倒閉。大結局中，他乘直升機空降塔樓現場，以全網獨播的姿態奪回新聞主權，這一場景被網友稱為年度最燃畫面。而他最終放棄 SNK 主席之位，選擇將公開平台與 SNK 合併，成立獨立新媒體集團的決定，更彰顯了其不依附任何體系，只忠於真相的職業信仰。從堅守新聞底線的副總監到被降職整理舊臍帶，張嘉賢的墮落軌跡令人唏噓。但劇中隱藏的細節揭示了他的成長。他曾因採用實習生提供的線索完成調查報道，這一情節源自前蘋果日報記者林慧玲的真實經歷。2018年颱風山竹期間，正是實習生拍下的獨居老人求救視頻，讓我們打破了颱風無新聞的行業潛規則。大結局中，他接受蚊衛森邀請加盟公開平台，完成了從體制內鬥士到變革參與者的蛻變，從靠低胸裝吸引眼球的花瓶主播到政府新聞處的公務員，許思晴的轉型堪稱劇集最驚喜的設定。劇中，他因掌握古少華與地產商勾結的證據，成為反殺行動的關鍵人物。這一角色原型被指暗指前 TVB 主播陳子貞。2020年，陳子貞因揭露電視台廣告換新聞潛規則遭雪藏，後轉型成為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顧問。作為新人記者，劉艷的成長線貫穿全劇。他曾在塔樓案中冒死拍攝底片，
也在梁景仁追視會上堅守新聞初心。有趣的是，他始終穿着蚊衛森贈送的白色球鞋，這一細節被網友解讀為新聞初心的象徵。而他與攝影師馬家明從 SNK 辭職創業的經歷，更影射了當下年輕媒體人的生存困境。沒有資源，沒有平台，沒有資金，我們只能用腳丈量真相。這4位女性的聯手，打破了傳統職場劇雌競的窩口。當他們在地下停車場交換 U 盤、錄音、紙質流水等證據時，彈幕刷屏：職場最狠的報復不是撕破臉，而是聯手把敵人踢出牌桌。這種女性互助的力量，在劇中化為許思晴那句擲地有聲的台詞：以前我想贏你，現在我想贏真相。作為劇中的最大反派，古少華的每一步都踩在觀眾的憤怒點上。他空降 SNK 後，第一件事就是裁撤調查記者部，將新聞預算全部投入 AI 主播研發。他利用梁景仁的死亡做文章，不僅在追視會上安插廣告，更用 AI 技術復活梁景仁作為虛擬主播。這種吃人血饅頭的行為，在現實中亦有原型。2024年，某直播平台用 AI 復現已故主播聲音進行帶貨，引發輿論譁然。但古少華的終極敗筆，在於他低估了新聞人的底線。當蚊衛森在直播中連續放出電詐集團錄音、視頻及調查新聞時，他試圖控制直播間，卻發現員工集體反水。這一細節源自真實事件。2025年3月，某自媒體公司因數據造假被查，其技術團隊主動向監管部門提供後台數據，成為壓垮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。他把電視台改成超市了，現在觀眾用遙控器投票讓他下架。網友的調侃一針見血。大結局中，古少華雖未入獄，卻被整個新聞界除名。這一設定比簡單的牢獄結局更顯殘酷。當資本操盤手失去流量密碼，等待他的將是比死亡更漫長的社會性死亡。在硬核的職場敘事外，新聞女王2也通過3條愛情線，展現了女性角色的柔軟一面。劇中，蚊衛森與律師陳子健、譚俊彥式的感情線被網友稱為職場版傲骨賢妻。兩人因工作結識，卻在蚊衛森創辦公開平台後產生分歧。陳子健希望他回歸家庭，蚊衛森卻選擇堅守新聞理想。最終，陳子健在法庭上為蚊衛森辯護古少華誹謗案時，那句"我尊重他的選擇，因為真正的愛不是佔有，是成全"，成為全劇淚點。這一角色設定被指暗指香港著名人權律師陳蚊敏，其曾為佔中事件被告提供無償辯護。張嘉賢與前男友徐曉明、洪永城式的複合線引發爭議，兩人曾因徐曉明出賣採訪素材分手，5年後徐曉明以我當年太年輕為由求和。這一設定被網友吐槽邏輯牽強，但劇中隱藏的細節揭示了現實困境。徐曉明現為單親父親，女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，他需要張嘉賢的醫療資源。這種利益與情感的博弈，正是許多中年職場人面臨的真實選擇。許思晴與政府新聞處主任王偉、曹永廉式的婚姻被網友稱為最強職場 CP。兩人因工作相識，婚後約定不查對方手機，不干涉工作決策。劇中許思晴懷孕仍堅持報道水災現場，王偉默默為她準備防滑鞋和急救包。而當許思晴決定揭發古少華時，王偉只講咗一句保護好自己。這種相互支持卻保持獨立的關係模式，被婚姻與家庭雜誌評為2025年最理想的職場婚姻範本。這些愛情線的存在，並非簡單的情感調味劑，而是對女性成功必須犧牲家庭刻板印象的反擊。正如佘詩曼在採訪中所說，影視劇不要過於刻化女性間的關係，女性很多時候非常擅長合作，共同進步。同樣，我們也能兼顧愛情與事業，只要遇到對的人。新聞女王2的爆發，不僅係劇情的成功，
更是新港劇創作模式的勝利。該劇在深圳搭建 SNK 總部實景，採用水循環系統拍攝水災戲，這些技術升級讓港劇擺脫了棚拍局限，而其系列化開發策略更為港劇 IP 運營提供了新思路。港劇歷來有系列化傳統，但如何避免續集魔咒是關鍵。新聞女王2通過戰場擴容實現創新，從電視台內部的權力遊戲擴展到傳統媒體、新媒體、官場的三重角力。這種設定既保留了前作的人物關係，又引入了 AI 主播、網絡水軍等新元素，讓老觀眾感到熟悉，新觀眾覺得新鮮。儘管口碑爆棚，但新聞女王2的廣告植入仍遭詬病。劇中古少華辦公桌上永遠放着舒化奶，新聞播報中突然插入洗衣液廣告，這些迷幻聯動被網友調侃現實與劇情傻傻分不清。對此，總監製鍾樹佳坦言，商業收益和內容質感的平衡是所有系列劇的難題，我們還在摸索。這種坦誠反而贏得了觀眾的理解。在流媒體平台燒錢大戰的背景下，港劇的生存空間本就艱難。從新聞女王到黑色月光，從執法者們到刑偵12，新港劇正在形成一套獨特的創作方法論，保留港劇的快節奏、強情節、群像戲精髓，同時融入內地市場的敘事方式和時代議題。正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蚊所言，新港劇不是對黃金年代的追憶，而是用港劇的精工與風骨，講好中國故事。新聞女王2的大結局，用一場全民監播的勝利，為媒體圈的亂象敲響了警鐘。當古少華在直播中徹底潰敗，當蚊衛森說出真相不能變現，但謊言一定漲價，這些台詞不僅係對劇中角色的審判，更是對現實社會的警示。在流量至上的時代，新聞人如何守住內心的尺？這部劇俾出了答案。不是所有的戰鬥都需要刀光劍影，有時候揭開真相的勇氣，聯合同道的智慧，就足以讓黑暗無所遁形。正如劇中那句反覆出現的台詞，女王不是踩碎所有人，是帶着想贏的人一起贏。當夕陽的餘暉灑在蚊衛森、張嘉賢、許思晴並肩前行的背影上，我們看到的不僅係3個女性的勝利，更是一個行業的重生。這場關於新聞理想與商業利益的博弈，終將寫入中國媒體發展的史冊，成為後來者仰望的燈塔。